山川詠懷。山川詠懷之一去二三里。邵雍。呢首詩出自宋代邵雍、邵康節嘅著名文學詩作《山川詠懷》。詩中運用數字1至10，巧妙地描繪了一幅寧靜的鄉村風景畫，意境淡雅，表達了對自然的喜愛。一去二三里，代表人行二三里；煙村四五家，代表霧氣籠罩的村莊有四五間房屋。亭台六七座，代表有六七座亭台樓閣。八九十枝花，代表還有八九十枝花正在綻放。一去二三里。邵雍、邵康節。一去二三里，煙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下次再見。